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2月初6公视第几台下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先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高雄市议员黄捷罢免案，同意罢免的票数差通过罢免的后定万外票，选举罢免无通过。今日对北高南因为受到本土污染，空气品质拢真歹，估计后礼拜一北部空气品质才会改善。近全世界做过有风沙的人已经超过全球感染人数，不过拢集中在咧少数国家，到大约有25亿个人无通住。新闻一开始来关心高雄市议员黄捷罢免案，今日投票率差不多有4成，有效票12,652票，无同意票65,391票，同意票55,261票，离罢免成功的后定差万外票，选举罢免无通过。根据选委会统计，在咧凤山有投票资格的选民29万外人，至少要有7,2892张以上的同意票，而且这同意的票数阁要比无同意票较济，才算罢免成功。民进党在咧选前，在咧总统蔡英文的支持之下，决定挺黄捷。那罢免黄捷的团体是结合范来迪和那爷民意代表做伙催杀罢免，但罢免无通过，也互黄捷本人偷一口气。罢免案无过，黄捷拄则也有出面向听伊的选民谢谢，伊讲感谢大家，互伊明仔也会使继续做议员。谢谢大家，让我过了今天，还是凤山区的高雄市议员，可以继续为大家服务2年。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更加努力，不会让凤山的乡亲失望。这个月造成我们很多凤山乡亲的纷纷扰扰，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咱增加一例对美国回来的确诊个案。指挥中心检判，伊是伫咧美国就已经去防卫着啊。也那指挥中心今日也证实讲，有法通知互暴力通园病院的医师人员，要求因这2天就要分配转去病院做抽血。第2阶段的血清采检，来厘清病毒的源头，拍算要采检1759人。个礼拜6个新增加1名境外移入的个案，是一个40多岁本国籍男子，伊在去年10月外派到美国去工作，当时不甲确诊的人来接触。今年1月初8回来台湾探亲甲工作，入境了后自主检疫14天拢无症状。1月25开始伫台湾上班，因为最近伊阁要到美国来工作。2月初时自费来采检，呈现阳性的反应。4号做自费采检啊，那时候的 CT 值是33哈。那昨天我们因为有接到这个个案，所以昨天也请他再去采检一次啊。那这个 CT 值就没有，就检验结果是阴性的。依照这些资料看起来，应该是他的感染应该是在美国这边就已经感染了，再去工作，那有接触的这些亲友跟工作者，这边我们在做隔离哦。那不过一般而言，看起来它的传染的风险是很低啦。而指挥中心也公布，正受到注意的部立桃园病院清零专案上新的进度，正是这2天开始通知部立桃园病院的医师人员甲相关的外包厂商，要分配转来病院进行抽血的检验。指挥中心讲，这是第2阶段的血清采验，最后希望经由验抗体，搁再调查整个院内感染的传染源，有计采检1759人。量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本来就分作2个阶段来做。那第1个阶段当然是在本来判定比较有风险的地方，那采706人。那第2阶段就是全部就在全部都会做。那1759人，那明天就会开始来做。指挥中心讲，这阵部立桃园病院专案已经完成2135人核酸检测，除了3个检验中，其他拢是阴性。而第1阶段的血清抗体，除了1个也伫调查中，其他也拢是阴性。指挥中心讲，这阵部立桃园病院的互相收的事件，算讲是会使小可较放心的阶段。而这阵病院内底员工，敢若剩6个人也未解除隔离，所来也甲地方单位密切合作，结果研究安怎慢慢来恢复病院的正常的运作。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最近因为天气扩散的条件歹，今仔日西半部对北到南空气品质拢是无好的等级，有不少观测站拢到红色警示，显示空气品质对所有的族群无健康。环保署讲，主要是受到本土污染的影响，估计后礼拜一东北季风变强，北部空气品质就会改善，不过中南部也无理想。车开离国道顶头，会当看到为南口到泰山这一带一片瀑布。若是北部、台中、高雄地区能见度嘛无啥好。根据环保署空品监测资料显示，为新北市的三重埔、台中、彰化，一直来到台南，下早11点有26个测站来到红色警示。主要原因是本土污染物无法度吹走造成。涡流的关系啊，所以把中部有一些污染就往北送啊，所以北部的那个空气品质也变得不是很理想。但这几天看起来是以本土污染累积的这个情况为主的。目前 PM2.5 的浓度以中部上悬，环保署表示，8号后礼拜一东北季风慢慢增强，北部空品会较明显的变好，但离风尾的中南部犹原无啥理想。有关天气，周末2天全台湾各地是好天甲稳定，上悬的温度会当来到24到28度，不过后礼拜一开始会有变化。其实是会有一股东北季风会增强的一个情形哦。不过这一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反应是在风力的增强以及水汽上的一个增加哦，所以到时候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10号2到暝，气象局表示，受到锋面形成的影响，全台湾明显水汽增加，各地天气会变歹，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30暝这一天，锋面通过，但东北季风又搁增强，所以北部甲东半部落雨会继续，中南部是相对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海巡队舰艇昨伫咧巡逻时，伫咧台中港外1.5海里的所在，发现有袂少海猪聚集伫咧遐。初步判断是保育类的北海猪，因对规定的鱼阵一路收入来港区。海猪专家警告讲，海委会要是爱针对野生动物保育法，维设北海猪重要休困生态的范围，爱有具体的规范，才通真正保护海猪的生态。台中海巡舰艇伫台中港外海发现海面上有几只海猪，一粒浮出水面，一粒搁缀伫船只边啊，赶紧记录这个难得的画面。这个是真的是白的，全白的。对啊，有的是比较不白，比较偏粉红的。详细甲看，这顶海底的外观呈现白色，也是有淡薄粉红。海巡人员推测，可能是保育类的白海猪。台中海巡队表示，初5甲初6进行海上巡逻的时阵，伫台中港外1.5海里的所在，拢发现这顶海猪的踪影。昨日于台中港外1.5海里处，及今日于台中港航道分别发现10多只及2只濒临绝种的稀有白海豚，在巡防艇附近觅食嬉戏。台中海巡队表示，包括北堤、丁塔外海、甲靠近苗栗县的海域，拢捌有发现活动的记录，也显示保育有成效。工团专家表示，确实也有发现北海猪因为找食进入到台中港区的记录。另外，去年海委会公告，北海猪重要栖息环境范围，包括中部4县市海域，范围达到763平方公里，也毋过保育团体认为也是不足。划设一个自然保护区域，其实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质意义。如果说没有搭配一些所谓在这个保护区里面的实际作为的话，画不画其实都一样啊。贵上下表示，目前有观察记录到的个体大约是64只，呈现淡薄下降的趋势。除了应该赶紧拟定保育计划，对栖息环境也要有具体规范保育，才会当有成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屏东垦丁灵盘公园附近的砖头水沟窟，当期有业者违法伫咧遐，互观光客伫咧暗时驶山步仔车看梅花鹿。最近业者是佮公开伫咧网络招人客，毋但当地生态受损害，居民也互山步仔车吵甲袂困节，因是望垦管处和警察加强处理。游客吵吵闹闹向前徛去，这是屏东垦丁业者推出的夜探梅花鹿，互游客暗时骑沙滩车去看梅花鹿，但其实这是违法的活动。
警方打开沙滩车游客炸落来，一个一个登记资料。但是去年就开出97张罚单，但游玩抓袂了。来，我们警方全程录影。在垦丁国家公园骑乘沙滩车，追逐梅花鹿会违反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8款的一个公告禁止事项，可以裁处3000元的一个罚款。台湾的梅花鹿经过垦丁国家公园护育，伫野外族群数量已经有1500只左右。安尼先阁煞可能互业者的违法活动迫害。沙滩车发动的噪音，唔但搅吵到附近民众的生活，嘛影响到当地动植物的生态。根据我们的掌握，从事这样的一个违规营业的业者大概有10家左右。骑乘沙滩车追逐梅花鹿这样的一个行为，不仅会造成栖地的一个破碎化，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梅花鹿过度紧迫而死亡。业者真大方的伫面册顶网络平台招揽游客，甚至探听警方巡查的路线甲时间，想要规避取缔。垦管处甲警方表示，会加强巡逻，调整并增加机动性巡查，嘛呼吁游客莫参加这类违法的活动，共同保护当地的生态。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再来看嘉义县接埔子市和六卡乡的蒜头大桥通车35档啊，不过因为桥的跨度和宽度已经无下现初时的需求，嘉义县政府进前北向中央争取经费，拍算起嘉义县第一座由座桥塔和钢索起来的车中桥，今日是正式通车。假日在时啊，嘉义县埔子市甲边仔六卡乡的民众，大家拢爬起哩这座新的蒜头大桥桥顶，迎接新桥正式通车。这会当改建安尼是足好的啦。哦，对这交通方面是帮助真大啦。有哦，嘿，那像迄个美国的金门大桥有无？足像的。蒜头大桥的旧桥通车已经35档，而且只有8.3公尺宽，无法度应付现主时交通的需求。新完工的蒜头大桥，毋但拓宽到18公尺，嘛是嘉义县第一条车中桥。顶一站啊，佫有摄影师用空翕机翕到真水的画面。拍到的当下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因为去年我有拍故宫的云海，所以想说今年能不能拍到不一样的平地云海。这条桥的通车啊，会让嘉义县的整个公共工程往上提升一步，开始不只注重实用，还有美感，整个景观的设计。这条桥的建设经费总共9亿3000多万，暗时佫会有无同色彩的电火光雕，希望除了会当改善交通，佫会当配合附近故宫南园蒜头灯赏，成做一个新的观光景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COVID-19 的疫情已经在全世界拖1年啊！世界卫生组织初5就宣布，今麦全世界超过1亿个人拢做过有风险，已经超过全球的感染人数。不过，才有住的人拢集中在某一寡国家，到大约有25亿人无通住。也那美国的疫情也介严重，今麦当局已经动用国防生产法，尽全力抵挡疫情。全球即阵确诊新冠病毒人数超过1亿600万人，世卫组织 WHO 初5宣布，对去年12月真侪国家开始了小注射疫苗了后，即阵注射疫苗的剂量已经超过总感染的人数，值得安慰。不过，这疫苗注射人口敢若集中在少数的国家，也搁再凸显疫苗产能不足、加分配不平均的忧心的现象。But more than 3/4 of those vaccinations are in just 10 countries that account for almost 60% of global GDP. Almost 130 countries with 2.5 billion people are yet to administer a single dose. 世卫组织强调，好嘅国家政府在国内医疗加老人的族群注射完疫苗了后，就应该经由 COVAX 加其他国家来分享疫苗。若是等待注射时间拖愈长，病毒发生变异，疫苗失去效果可能性就愈大。虽然欧洲国家疫苗注射计划已经大幅度来发动，不过真侪国家依然无法度完全放松防疫限制。
而全球为着病毒死亡率上悬的国家之一比利时，初五就大批餐厅业者伫举行抗议，话讲已经付未出店租。而西班牙虽然因为疫苗运送较慢，暂停注射1礼拜，不过马德里的餐厅其实对初五开始，甲予我用餐的人数对4个人放宽到6个人。另外一方面，美国尽管在确诊甲断医人数拢呈现下降的情形，不过为着加紧阻止疫情，拜登政府初五宣布动用国防生产法，协助加紧恢复疫苗生产，也确保防疫所需要物资应确实到上界需要地区，同时会调派1000名的士兵协助来注射疫苗。The military's critical role in supporting sites will help vaccinate thousands of people per day and ensure that every American who wants a vaccine will receive one. 1000名士兵有加15个到全美疫情上界严重加州展开协助疫苗注射的工作。美国大联盟纽约洋基的球场，初五也已经正式正做临时的疫苗注射中心，估计1礼拜会使替15000人来注射。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译。来讲前一阵仔，缅甸的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基和总统文敏去互军方扣押起诉，前昂山素基重要的幕僚温丁5号也去互逮捕。当地民间团体、老师和学生正是拢相耍发起抗议行动，拒绝军方独裁统治。也那缅甸航空和铁路单位是拢拍算彻白罢工，要求军方得爱将政权迁互民选政府。暗时的时阵，缅甸仰光街路上，搁再出现卡物件声音甲汽车的喇叭声，这拢是民众对着军方的政变粗鲁来推翻民选的政府所发出的不满。生气的民众甚至体发动政变，即阵将压大权的国防军武装司令明昂来举行葬礼。缅甸军方初一发动政变，以去年1月初8国会大选有作票嫌疑，毋但禁止上百名国会议员来就职，更加逮捕实际的领导人。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甲民选政府的总统文敏，并且对2个人来起诉，软禁伫首都奈比多厝内底，一直到2月15。军方初五搁再甲昂山素基的亲信温婷给抓起来。印尼嘛要都来研究骗你来过，印尼有无得食咯，对不咯？缅甸公民抗命运动对缅甸医学界开始了偌久，已经拖到包含各地学生、青年组织以及伫公私营机构的员工。缅甸仰光达公大学几百名师生初五加入公民部服装运动，比出3个钟头的手势，夹着红色的丝带，大声来拍鼓啊，替互相来加油。民众伫窗仔头前挂着红布条，就连卖菜阿姨也夹着红丝带，表达对政变的不满。而伫缅甸国家航空公司了后，包含缅甸铁路公司、缅甸医护协会也宣布，那军方72小时内底无甲政权迁互民选的政府，会在2月初8举行全国的罢工，互交通甲医疗体系拢袂紧袂动。而中国对缅甸的政变态度不明，缅甸民间已经出现败华的言论。而日本商会宣布支持公民部服装运动，吉林公司已经终止甲军方合作，也正做日本方面头一个表示态度的企业。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译。打正缅甸发生政变以后，民间反对政府的声音是愈来愈大。今日超过400位伫咧台湾的缅甸侨民是上街头声援昂山素基，因批评缅甸军方根本无把法律放在眼内，因提出3项诉求，包括完全袂去接受军方的政变，爱即时释放昂山素基，还有爱甲政权献互人民。超过400位伫台湾、缅甸的侨民，初6早起行上街路，因穿着红色顶衫，比出代表民主示威运动的3个砖头向上手势，用行动表达对故乡的关心。因都用缅甸话大话捍卫缅甸民主，反对军方的政变，释放昂山素基这口号，伫台湾来声援。我们这些华侨必须要出来声明，说我们不需要那个军政府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控制，我们需要我们缅甸的人民有自由。我们要支援昂山素基，对老百姓不好啊，他们只是想要国家的钱。
缅甸政变发生了后，民间不满的情绪上升。台湾的缅甸侨民向用全球缅甸侨民发起的公民无服从运动，反对军方用违反民主法治的行为，强意推翻缅甸民选的政府。也批评缅甸军方歪插法律，强加罪名，也提出3个诉求，包含完全无接受军方的政变，马上释放翁山苏姬甲还政务民。翁山苏姬有很多的权利是没有办法拿到手的，例如说缅甸的国安，那罗兴亚事件也是一样，国安的问题其实是全部军方管控的，但是到时候他们会把这个责任都会推给翁山苏姬。虽然即阵缅甸真侪消息拢遭到封锁，也毋过伫台湾的因心情甲缅甸的亲人共款，因要用西瓜行动，互全世界知影缅甸的情形，更加合唱抗议歌曲《世界不变》，表达因对军方政变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讲秋兴军塘这种外来种塘拖入侵台湾已经超过当半的时间。咱的灾害紧急应变小组就讲，即马台湾已经无可能甲因全部拢灭种，宣布对今年7月初1开始，包括番麦、高粱、稻仔等等农总部的防疫工作正式进入第3阶段，就要由农民自主管理，政府袂搁再补助药剂含除药仔的工资。各番麦出现药济糖，苗栗培育牧场去年6月发现技术秋兴菌糖幼糖，经过鉴定，确认是国内入侵的第一例。刷落来，今年8个月包括高粱、土豆、水稻啊，累计9种作物受害。农业会方检局提供农民药剂甲补助喷药啊工资，到底防治，也毋过防疫策略将有所调整。为3月起，无要搁补助喷药啊工资，7月开始是进入第3阶段农民自主管理。有这个工资拢无要个补助。我们就是要确定，农民可以就是认识这只虫，那了解这个整合性管理的措施，那发生的时候可以适时的防治，那就不会影响产量。灾害紧急应变小组初5开会判定，国内已经无可能将秋兴菌糖完全消灭，决定调整7月起进入防治第3阶段，也毋过会有4个月过渡期。也毋过伫台南种17-8公顷青瓜甲食用番麦的农民表示，就算无欠水收成顺利，也毋过若讲要家己负担农药喷药成本，恐惊无利润通讲啊。阮较认真来看，啊，靠政府甲咱斗协助看。安尼，阮无会当减少农民，无因为灾源要也无啥物利润呐。帮忙个3年5年，把这个东西真的都没有救了，我们再来放弃。防检局回应，若会当伫种地时阵加强曝日头，降低糖的密度，伫栽期加强生产，早期防治甲多元管理，应该会当减少喷药的次数，降低成本。农民伫防治上，若讲拄着困难，也会当找各地农改场协助。记者综合报道。真有袂少囡仔遐囡仔仔拢真熬背手机啊！儿童福利联盟即几档的研究就发现，囡仔开始摕手机的年岁平均册伫咧10岁，而且愈早开始背手机的人，近视的时间就愈早。有眼科医师就发现，阵若囡仔晓长假无耍手机啊，近视的机会就变少。囡仔应该几岁才会当有家己的手机啊？有家长认为唔通收过早。手机大概从高中高1、高2我们才开始让他用，因为知道3C 产品其实对小孩的大脑智力发展跟视力发展都有很严重的影响。伫家路来问家长，有人表达袂好囡仔来看手机啊。不过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这几年来囡仔使用手机的年岁，2019年调查全台1000多位11岁到14岁囡仔，竟然平均10岁就开始用手机啊，而且使用的比例，若比较6当前来看，加要4成多。2013年的时候，全台湾的小朋友拥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机的这个比率大概只有3%-8%左右啊。结果经过6年后，来到2019年，哇，这个比例就大幅的翻倍的增加到82%哦。伫福联盟表示，囡仔摕手机的年岁来降低，嘛代表着近视的岁数愈来愈少年。针对这个问题，眼科医师嘛讲到一个趣味的现象，若拄着囡仔放长假的时，会有2种较特别的纠正类型。一种是因为定定起户外，近视的度数煞来降低；另外一种就颠倒病。在家里面，那看了很多的3C 产品，玩了很多的这个手机的游戏啦，
来检查的时候，近视反而就更形的恶化。医师表示，囡仔愈早就近视，将来青霉的风险嘛愈悬。除了上目睭，嘛因为家长甲囡仔使用上的认知无同，所致的亲子冲突嘛变较侪。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也南明仔天气变化社款，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14度，上悬27度；在中部温度上低14度，上悬26度；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9度；东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在金门平湖马祖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